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安尼代志无律法的禁止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22节、23节。伫耶稣基督内面有忠贞的基督徒，并不只求外在外表装饰，就是故意伫人的面头前来显出有好的善行甲行为。但是伊却伫生活中不知不觉显出对真信仰来美好装饰，就是伊点点积极的行善，安静稳重的仪容，合宜的言语，工作效能，伊有真济甲别人无同款的特性。基督徒所需要先追求的是内在充满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活命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宣告讲：“我来了，是要互人得到活命，并且得得更加丰盛。”有基督丰盛的活命，自然外表就会有美好的感受，就好亲像有健康的身体，又敢若亲像食了丰盛的饭菜，就自然呢有臃肿肥胖的外表。但是内在灵魂活命若是无，也无丰盛活泼的，只注重外表的德行，人生伫神的目睭中间的价值就一无所有了。真正会当甲主联合的人，毋是家己自觉感觉家己好就好，有当时也家己并无感觉讲家己有啥物好的所在，而且是别人看伊好的，伊也无家己自觉感觉讲家己外高，是别人看伊高。因为伊日日所看重、所感恩的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恩典，甲各种出于神所赐美善的因素。伊知影这拢是对神遐来，并不是家己所拥有的。伊要将神所赐的借着主来显明出来，去为了主来做见证，来荣耀主。就亲像摩西甲神做伙40年了后，伊家己还阁毋知讲伊面皮发光，但是以色列百姓呢，却看见着摩西面上发光了。基督徒的信仰生活，并不是单单消极的日日检讨、日日改造，也毋是单单为着家己写落千万条的条规，日日伫咧反省。若是安尼，1万条的律法，犹原无够检讨甲反省啦，犹原有家己的软弱、主观的解释，甚至是犯了万条以外的错误。圣经讲，基督徒的活命就亲像互活主所压灌装饰美丽百合花，有对主耶稣所领受有功效活命救恩丰盛的供应，结出活命的花蕊甲果实来。因为安尼，人若离了造物主，甲造物主来救恩呢，以及活命能量的供应，为了家己去敲找着其他的人事物崇拜甲假头方法，要来显出自己的善行来，这始终是浪费时间甲资源的。咱做人敢会当无谨慎来信靠主的救恩，来结出耶稣基督所赐丰盛圣灵的果子来吗？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安尼代志无律法的禁止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22节、23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